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啥物新闻重点。受到美国四大指数大起的影响，台股今仔上最起883点，台积电嘛起破1835块，台股拜三红盘。日本众议院解散自民党摕到超过2/3的席次，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恭喜日本首相做起早苗，我感觉才关心日中关系变化。78岁内底，互香港法院淡判20档，法院阁强调讲未因为健康的状况减刑，人权团体批评等于是判死刑。要过年咯，台股拜三特别宏观，因为美国四大指数拢大起。今仔早起台股上侪嘛起到883外点，台积电是起到1835块，佮创新高哦。今年台股嘛拍破真侪纪录，包括上市柜市场价值突破100条，初四、初五这2天有33间公司的股票上1000块。专家嘛预测讲，伫台股宏观进前，加权指数有机会挑战33000点。就因为过年台股今就开始压红包，初九加权指数开盘31956点，早盘上悬到32666点，去883点。带台股长期的包括宽达股、台积电开盘1830，早盘上悬到1835，去55块，日变新高价。如果说美股能够连续性的一个上涨，不排除就最好的状况就是农历年前就封关之前，台股往这个33000来摸这个整数的关卡，再创新高。那如果没有的话，我认为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年来讲的话，美国经济状况其实不错。那台湾是这个 AI 的军火库，所以当美国这一些这个科技巨头大量投资 AI 的情况之下，今年我认为会是一个好年。最到几支重点股票的走势，鸿海开悬行悬，早盘上悬到220，起5块；联发科伫咧盘中起115块，来到1825块。广达伫咧早盘上悬由285起5块，台股气势正强。虽然11只封关，不过全年台股已经创几个项纪录，包括上市柜加起来总值值超过100条。还有2月初九台积电早盘的股价冲到1830个的新高价，还有这个月初四、初五连续2天有33支千金股。受惠于 AI 有一些新的规格演变，或者是零组件的需求增加的厂商，都会在今年非常的受惠。所以今年的话，资金还是会聚焦在 AI 相关概念股上。专家讲，若是过年这9天，美国股市盘，台股过年线就可能会补盘。要不若是美国起，台股也会跟起。过来就是宽达股、台积电，因为基本面无问题，就算是出现起做底线关位震动，或者是修正整理，波动的空间有限。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透早台北地上低温伫马祖只有5.4度，本岛是南投中寮嘛只有7.1度，也毋过水气无够，所以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是无落雪，树林也是有真侪树霜哦，所以嘛是真侪游客上山。气象署是表示讲，即礼拜天气就较热热咯，也毋过日暝温差是真大。拜三到拜四，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的日时大约是20度左右。太平山和低温的分布大条咧，为楼梯行落去，袂算加入浪漫的东卫世界。拜透早大概6点，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气温敢若负1度到0度，虽讲水汽不足，游客无看到雪，不过看到满世界的树挂是有够欢喜。因为平地看不到这些景色，而且又给我们第2次来的理由了，太棒了！现场水汽不足，没有下雪或下冰线的情形。但林木的枝条上面呢布满了雾凇。拜透早，平地上低温出现伫咧马祖，敢若5.4度，本岛是南投中寮7.1度上冷。虽望日时回暖，日头有出来。大安森林公园内底虽望有蜜源植物当咧开，不过温度伤低，叶啊甲虫拖的活动力拢无悬。今天温度低到16.6度，所以蝴蝶都冷到不想动。所以这个季节其实是我们生态的一个比较困境。那等到慢慢的春暖花开，蝴蝶就来了。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天气会豆豆啊暖起来，不过日夜温差伤大。到拜三会有一波东北季风变强，影响的时间较短，大概到拜四的透早。这方面，北部、东半部地区日时温度会伫20度以下。到了周四呢，各地的一个气温就会开始逐渐的回温。那接下来比较没有明显的冷空气，从周五一直到周日，也就是小年夜。
这段期间大致上各地的气温感受都是会比较舒适到温暖。虽望冷空气豆豆减足，不过气象署提醒，拜暗时到拜二透早，中部以北的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广阔地区低温可能会到1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民众出去外口就要穿较少咧。若我29暝进前，温度嘛豆豆登去较舒适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日本众议院改选，自民党是摕到超过2/3的席次。美国总统川普发文恭喜日本的首相戈奇早苗。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嘛表示讲，戈奇早苗是日本真坚定的朋友。日本愈强，美国伫亚洲就会愈强。有学者是认为，日本甲中国的关系恐惊会阁愈歹。日本首相戈奇早苗初白伫众议院改选，带自民党摕到超过2/3绝对优势的席次。日本 NHK 表示，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摆有政党赢甲遮尔水气。选前特别公开替戈奇背书的美国总统川普初白搁再发文祝贺戈奇。川普学了戈奇受人尊敬，人气也真旺，认为戈奇这件提早改选众议院是大胆佮有智慧的决定，而且嘛得到真大的回报。川普强调，真荣幸会当替戈奇背书。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初白受访的时嘛，肯定戈奇的领导能力，未来美日同盟会更加坚定。President Trump endorsed her last week. She is a great ally,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ident. And when Japan is strong, the U.S. is strong in Asia. 戈奇早苗初白深夜伫 X 平台用日文甲英文发文，感谢美国总统川普选前的背书小婷，期待今年春天访问北京，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戈奇早苗按算3月19访美，受戈奇早苗胜选激励，日经225指数提到开盘，一度逼超過3000点，指数升到57000点，整数大关，中幅超過5%。対外的に見てもやっぱり自民の首相っていうのが一番安定してやってきたことだから、僕は良かったと思います。美国华盛顿邮报的社论指出，这场选举的结果反映出日本民众对北京构成的生存威胁愈来愈严密。若戈奇早苗的胜选对美国来讲是好消息，若戈奇的竞选公领有通过，日本就会使担更较侪对抗中国的安全责任。不过，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前总编辑欧锡进伫社群平台发文表示，就算戈奇早苗赢甲水气，也未改变中国要求伊撤回对台错误言论的立场，也未是甲中国交涉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戈奇早苗带领的自民党，即届是赢甲真水气哦。咱国外交部嘛表示恭喜，希望讲双边的关系会当提升做全面的伙伴关系。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嘛认为，面对中共的威胁，美国、日本甲台湾应该有愈侪安全的合作，做伙来建立危机处理的机制。日本首相戈奇早苗带自民党伫日本众议院选举，一声摕到超过2/3的席次，创下历史性的大胜利。咱外交部祝贺，也期待双边的关系提升做互补的全面伙伴关系。学者当日文指出，戈奇早苗会带日本走向国家强大、深化日本甲台湾合作的发展路线。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建议台日强化情报交流、海巡合作，并且甲美国做伙建立危机处理机制。我们怎么样透过日本、台湾的这样的合作，跟美国的这个协助呢，我们共同的危机处理，这个应该可以做。日中关系在未来向上友好封顶，不可能的啦。向下日中关系向下坠落，会没有下限。另外，也有学者讲到，包含强化国防、亲美的路线，抗中国威胁和台海安全。即马台日的关系变好，日本敢会推动日版的台湾关系法、日版的台湾旅行法，突破过去对台湾政策限制，这拢受到关注。从以前到现在，日本有非常多对台交往不合理的规则，包含我们的部长级官员到东京去之后，不能跟日本同等的官员在官厅里面坐下来这个谈事情。日本的外务省当然从过去的过于亲中，慢慢在做改变。日本的这个台湾关系法的确定之后呢，台日在这个官方的交流有没有可能获得更高的这个突破？针对中国甲日本紧张的关系，范世平研判双方行入去冷对抗的阶段，短期内未阁转去友好的高峰期。也讲对美国、日本到台湾，显示亲美抗中加强化国防，已经成做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民意。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葡萄牙西北总统决选的投票，63岁温和派社会党的塞古罗票数是领先对手真侪哦。塞古罗嘛发表胜选谈话，强调讲会以独立立场平等来对待所有政党甲社会伙伴，望讲大家会当智慧来解决葡萄牙医疗、就业、佮产业等等的问题。也毋过选举结果是个需要当地宪法法院的确认。葡萄牙总统一任是5党，伫民间冇办活动，和小朋友来体验民主的投票。就伫葡萄牙全国选民当日投票决定后一任总统的时，这个投票站互囡仔买当投票，而且可能比大人的政治世界较好选淡薄。因爱甲票投互家己上喜的网家人物，囡仔兄囡仔姐这啊字啊宽选，然后把票投入去箱仔内。Dois, não eram desenhos que era o Mario e o Roblox. Tu conhecias todos? Sim. Eu gosto sempre de o trazer para incentivar isto quando ele tiver 18 anos também e não ficar no sofá e vir votar. E é engraçado, ele assim também sente que vota e que comprovar com o dever cívico dele. 网家人物的候选人有迪士尼的米奇、米妮、星际宝贝的舒迪奇、冰雪奇缘的女王 Elsa、动物方程式的欧尼克等。这场轻松的模拟选票要互囡仔参与，互因理解投票的概念。投票结果出来以后，阁会伫当地议会官网公布，以增加互动。不过，大人的政治世界是继续严肃。主动时葡萄牙举行总统选举决选，中央偏左派的候选人雪果以压倒性的优势拍败极右派对手温度拉。今年63岁。雪果如外界所料，会接替保守派现任总统特色沙。这场全国性大选的第2轮，受到2礼拜久的风暴甲强风影响，地区南部和中部3个市政议会将投票延前1礼拜，约37000的登记选民受影响，占总数0.3%。雪果伫1月第1轮选举以31.1%得票上济，温度拉23.5%足伫后壁。因为11个候选人中无人得票过半，排名前2名的雪果甲温度拉进入决选。雪果落尾得到极左中甲右派政治人物的支持。公司新闻吴文林编译。再来关心香港以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等9个人之前犯国安罪罪名成立。香港高等法院早起宣判，黎智英被判20档的重刑。香港法院佮强调讲，袂因为健康的状况来减刑。今年近78岁黎智英，恐惊着爱伫家家来度过一生。有人权团体嘛批评讲，这等于是判死刑。另外，《彭哥日报》前高层各国际优势组织成员甲一个前律师的助理，嘛拢被判10档到6档3个月重刑。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经过5档的诉讼，黎智英去年12月15以串谋勾结外国势力违反国家安全罪成立，虽然国际社会发起声援，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甲英国首相施凯尔嘛捌公开来关心这案。今年近78岁黎智英伫家内底健康的状况嘛无介好，有真侪西方的外交官是表示讲，伫宣判了后会来启动甲黎智英放出来的谈判，也毋过爱看讲黎智英敢要决定讲要个继续上诉。最近引起真侪争议的一出长的宣传的电影，是用林家血案改编的世界血案。因为受害家属林义雄是完全唔知影，所以这出电影受到众人的批评。电影主要演员嘛拢已经出面来回释咧，嘛强调讲无当事人的授权，无应该佮继续制作来继续放送。这出电影背后的目的嘛引起真侪讨论。发生伫1980年代顶亚社会林体血案案发地点已经正做技工教会，毋过最近一部用林体血案为本拍电影《世纪血案》，因为剧组承认无甲林义雄等人联络到拍电影，互人批评认为剧组做法无适当，引起真大风波。如果是其他好莱坞来讲的话，就拍摄这种悲剧的话，根本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呈现，包含就是完全没有带有这种精益的角度，其实是完全不合适的。主演之一的演员杨秀丽伫社群平台登文表示，若伫拍电影进程就清楚无摕到当事人同意，会直接拒绝演出。演林义雄的查甫并且夏定宏也声明会师的个表态，未来袂阁参加这电影的任何活动。靠世芬也伫车尾发文向林义雄一个伙会师的个发声剧组，无摕到相关人事授权进前，停止后续的制作甲传播。捌做过林义雄必须的监会田秋金，证实剧组无联络林义雄，也无得到同意。林先生他的家人什么都不知道，问题是他说他是根据
邻家发生的真实事情去拍摄电影，至少应该访问一下当时身临其境的人，到底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道德上面还有很多地方，我觉得最好还是要寻求当事人或是家属的授权。那毕竟像这样子的重大的案子，对于生还者来讲，它是一个很巨大的伤痛。学者认为，虽然体会案已经真做公众领域的社会事件，不过道德上爱较严格，这是基本的尊重。这个进行记者敲电话后，感谢郭博士不接电话。记者综合报道。已经要过年了，也毋过今年度9条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甲1.25条各项特别条例，立法院阁还未审查哦。有真侪民生重要的计划，拢会受到影响。早起就有民间团体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赶紧伫过年进前调集调野协商，找出解决的办法。预算卡关，全民受害。民团要求立法院审查预算，唔通欠过年，包括今年度超过9条的中央总预算，含1.25条的各项特别预算条例，甲大同样未审。基进党指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唔捌停过，但是各项特别预算所已经轰动10届，嘛强调美国升落台湾的军售案，包括要拖实飞弹、标枪反架飞弹、M109A7自走炮，有效期限干那到3月15。基进党指出，若无伫期限内通过签署，那对自我防卫有真大影响，嘛会互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如果台湾没有通过这个国防特别条例去购买相关的，比如说反舰、反飞弹或者是反坦克这一类的这个武器，然后我相信这个以我们现有的这个武器设备，过不了多久，我们会追不上他们成长的速度。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和其他小党嘛，搁再呼吁调野立委。今年度中央总预算搁迁落去，会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包括国家疫苗产业千金计划、AI 运算资料中心，也搁有紧急救灾的地质有备金等等。立法院今年对于自己的预算，就比去年还多编了1.8亿元哦，包括立法委员的住宿会馆整修，还有汰换委员院的大客车哈。同时呢，还有他们的整个自己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预算全部都有增加，但是对于我们全民相关的东西全部都卡关，这到底是为什么？国科会的 AI 运算资料中心的建制计划被硬生生的卡住 ，AI 的发展速度是以天为计算单位的，全世界都在抢算力、抢时间，而现在我们的国会强行的按下了暂停键，会让台湾在国际的科技具备计算中直接输在起跑点。因团强调，立委审查预算是本质工课，应当照期工作，才对得起人民的寄托。也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爱伫咧过年进前招调也协商，卖互关系2300万人权益的国家预算，因为政党斗争牺牲去。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昨一架低位航空的班机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间落去哦，嘛影响到后续飞行机正常的起降。有3架飞行机哦，伫10分钟内发出上紧急鸣笛来喊救命。国内油哦，特别无够用咯，要求会当优先来降落。运纳会嘛表示讲，这3架飞行机哦，机顶备用的油的量并无违反规定，所以哦，未立案来调查。正平的连落去，低位航空一台班机随飞降落桃园机场的时阵，发生连落去意外。机场公司随暂停8跑道起降，维持单跑道运作，并且进行巡检。因为代志发生迄当阵，正拄是起降航班较侪时阵，初步统计影响14个航班，延前的时间拢伫20分钟以内。如果在那个班机上的话，会担心。当然，怎么说？也会担心他那个出现意外啊。一定会担心的。对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说到底多久才会那个降落啊，但是这个燃料到底够不够？Viva 3902 Mayday Mayday。低位航空的事故造成机场跑道受影响，也引起所落来连锁反应，造成包括长荣航空、香港航空3台航班伫10分钟内发出上紧急的美的救信号，飞机燃油拢无到15分钟。机场公司讲，依照航空器失事加重大意外事件调查处理规则，通报民航局标准组、交通部抑个运安会等单位，所来也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一般我们飞行会叫 Mayday 情形来讲的话，
就是指已经时间它在空的话，再过15分钟，不管是4引擎、2引擎、3引擎的飞机，所有引擎都会熄火，因为没有油。云南回讲，调查了确认，迄当阵长荣甲香港航空3大航班伫降落时阵，飞机顶的备用燃油拢比上架备用油量较悬，并无符合国际民航公约的重大意外事件列举范围，所以未立案调查。规件代志的原因，抑个这3个航班是毋是依照规定发美地信号，民航局抑个爱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宜兰市延平路有一间邻家厝昨暗传出爆炸的声，随大火烧起来，有2个厝卡不幸过往。早起家属厝主和火调人员到现场去了解大火的原因。这间厝是隔间分组，县政府建设处卖来调查，讲敢有违反建筑法。宜兰市延平路昨昏暗时发生火灾，有2栋人家厝是烧甲真厉害，其中2个查甫厝卡互救出来了后，也是不幸救无转来。厝边讲，伫火灾进前有听到一声爆炸的声音。那个声就大声的。真大声，乒乓叫。往生者的家属咧整理遗物的时阵，一直咧拭目屎。因甲火灾调查人员厝头家找到早起去现场调查导火的原因。厝头家讲，原底是租户6个厝卡，因为无想要阁租出去，这几年敢若剩2个厝卡，原本按算不阁租啊，想袂到煞发生悲剧。所以我们本来有拜托他们要走了，这样子。自己在拜托他一直跟偷走，我说你钥匙去哪里啊？因为我先生行动不方便，所以都要拿那个助行器那一种。这个李小姐伊的厝嘛受到牵连，看到规间厝拢乌有去，伊目屎嘛连落来。伊讲代志发生的时阵，带伊行动不便的翁婿为后门走出去，才闪过这个灾难。不过火灾实际发生的原因也要调查。初步研判，起火处是在1楼，那也有采集相关基证送中央实验室来做检验。有关相关的个案，我们会依据消防局现场的情形，跟我们派同仁现场了解之后，再做相关的判定。大火的厝拢总有3层楼，内底有5间隔间，是属于分组的套房。县府建设处表示，依中央的规定，任何1层楼若是有6间以上的隔间，或者是这栋建筑物的隔间有10个层位以上，都需要申请设来装修。若无申请，这栋厝的所有权人都要防依建筑法罚6万至30万。这个个案会协同消防局了解感受违法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昨暗2个菲律宾的移工驶小货车经过苗栗县大安产业联络道路，向有石头落落来，其中有一辆去撞到因的车，加载车顶2个人是拢平安。另外，昨暗伫南投的北港溪结果有车驶入去无开放的管制区，嘛去互落落来石头撞到，车内是有一个乘客头着伤甲真严重目前是搁急救。救护车沿山路一路向山顶开，到事发现场赶紧将伤者送医。车子挡风玻璃啊，还好人没有怎么样。特别暗时6点外，2名非籍移工顺大安产业联络道路驶往苗栗泰安山区，经过橡皮部落山区，煞拄到落石，其中一块大石头缀着一台小货车，车拿了变形，加在车内底2人敢若受轻伤，甲惊着尔。为一部自小货车遭落石砸中，驾驶人73年次及乘客64年次均无大碍。因为我们这个大安联络到这个橡皮段了，时不时就会落石哈。另外，伫南投的北港溪坑谷，救援人员也部练前往救援，因为传出有车辆互落石牵着。负责人伤势严重，无啥清楚，救援人员赶紧包扎指挥送医急救。特别下晡2点左右，受伤的负责人坐朋友的车入到南投仁爱甲国势交界的北港溪坑谷，落石向落落来，缀着车。管理单位表示，当地惠顺林场是管制区，并无对外开放。刚好进去的时候，进到北港溪峡谷那边是属于能高大军的工程便道，那该区并非惠顺林场游乐区的开放范围。那该区是属于破碎的岩层，时常有落石的发生啊。那我们也有一直在呼吁说，请游客不要进入。惠顺林场表示，当地是联合大圳永和工程所设的便道，地质属破碎严重，落石是非常侪。有伊规定说禁止进入甲停用的标示，不过因为毋是保护区，无法度开发，敢若会使呼吁民众守管制规定，注意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台北节温哦，暂时真无平静。大安心理公园甲善导市站红放火，伫西门站哦，毛食酒醉人客乌白翻，毛民众哦对清洁人员大细声，真闹事的民众拢已经互警方上班咯。雄雄发生代志，警方紧急到现场，各大穿红衫查甫人一直大声叫，安怎可能拢无要插，反倒倒来愈吵愈凶。当场互关警压制，10时保护管束。警方初步调查，40多岁查甫人啉酒醉，特别下晡4点外坐车返去厝的途中，伫西门捷运站大声讲电话，影响到其他人。毋过食酒醉，经过远景可能伊完无要听，继续大声叫，甚至出手杀人。应推举勤务人员为防止其对他人造成危害，遂将该名男子管束。开除掉。西门站内无平静，共一日暗时8点外，有查甫人向指清洁人员一直喊要开除伊，声音大到保全拢听到，通报捷运警察来处理。协警到场后，立即安抚与劝导。该男子情绪缓和后，填写意见反映书向捷运公司陈情，由副站长代为转交相关单位处理。规北捷大安新林公园站甲善导市站，特别连续发生火警了后，才过几点钟，西门站也陆续有状况，好佳在拢无造成伤亡。不过面对北捷常常出现大事事件，也互大众运输安全各受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警方昨下晡去内埔一间透天厝，要抓一个通缉犯哦。也毋过有另外一个查甫人是倒去隔壁的厝尾顶，敢若佫有手榴弹。警方是请国军的防暴小组到现场确认，加载只是闪光弹。落尾警方嘛已经甲2个嫌犯抓起来，甲伊送法办。警方开门直接甲嫌犯压制。这名姓李的查甫通缉犯是屏东警方执行毒品专案的对象。不过同时间，警方发现透天厝内佫有另一名查甫人，已经走闪到隔壁厝顶，手头敢若佫摕一粒手榴弹，和警方相对上。熊熊规个现场气氛变甲紧张，警方嘛唔敢黑白叮当。伫咧面顶啊，摕手榴弹，住伫隔壁会感觉真危险的。哎呀，那袂，等伊弹落来，对无？哦，算会惊了对。对啦。以防万一，警方先救封锁线，请国军防暴小组到现场协助确认嫌犯手头的物件，确定毋是手榴弹。警方进一步和姓林的嫌犯谈判，大约1点半钟，这名姓林的查甫人才愿意放下武器配合警方。有关本分局查获李姓及林姓犯嫌涉嫌毒品案，经清点后，共计查获2级安非他命毒品逾700公克。警方持续全力扫荡毒品，打击不法，净化治安环境。警方表示会针对闪光弹的来源进行调查。另外，伫嫌犯厝内查到4盒700瓦公克。警方将2名嫌犯按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结束这摆心惊胆吓的专案行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要过年咯，银行今仔开始到13拜5，会当互民众来换新钱。部分的邮局嘛有提供换新钱的服务。虽然天气又是真冷，也毋过袂少民众伫透早就排队等要换钱，通包红包。台湾银行的总行排队的人是乐长。央行表示讲，100块的一个人上侪是当换100张，其他的金额会当看状况来供应。民众买当伫台银、兆丰、各国泰世华 ATM 来领到新钱。中国信托 7-11的门市的 ATM， 各有台新银行 ATM， 嘛拢有新钱通领。今年的过年是放9日，交通部观光署统计，国内饭店2月14到2月18，订房率平均是4成3，嘉义市将近6成，生意上好。过一礼拜就是过年，连续9天的假期，饭店业者拢已经做好准备，等待客入门。根据观光署公布过年订房的状况来看，为2月14开始到2月28天，国内订饭店大的状况平均是 43.03%， 其中嘉义市就 59.08%， 是全国上悬。有的饭店就表示，今年订房的状况甚至比去年更加好。我们整体的住房率也因为假期的延长，然后有所成长。那整体来说，我们在从小年夜到初五，目前已经达到将近90%的住房率了。我们今年的订房率都比去年还好。
而且每天几乎过年期间几乎天天快客满，都90%多了。嘉义市政府表示，嘉义市金华山区甲海区交通方便，市内阁有真侪景点。嘉义市为较早只是过路休困的角色，大头仔转变做专工来耍的所在。饭店业者嘛指出，除了大以外，其他消费嘛是民众考虑的重点。嘉义市的消费无讲介悬，对出门来耍的家庭也是个人负担嘛袂上大。其实我们嘉义的消费本身就是比较偏低，所以说我们几乎每一项都很合理。就像我们过年期间，我们基的话，你什么都没有涨价，只是房价因为我们成本的关系，所以我们有涨一点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嘉义来旅游是物超所值。我们是持续的从整个城市的环境、旅游动线，还有住宿条件等等各个多个面向来进行整体的一个调整跟一个改善。那所以说，今天这个住宿人次的变化，它反映的是多年来持续的准备，还有旅客对这个城市的喜好的回馈。观光署的资料统计，各县市订饭店的时间，大部分拢是中日初一甲初三，其中嘉义、云林甲台中订饭店的情况拢超过60%以上。观光署分析，嘉义市的嘉义文化甲夜市啊，中部的文泉甲樱花季，阁有北港朝天宫的拜拜行村，可能拢是今年过年民众会来中南部住饭店的原因。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去年底，代替企业工会甲代替公司签团体协约，要伫今年1月开始放生日假。也毋过，代替最近发函表示讲，因为行政的程序阁还未完毕，所以要将完实施。今仔早起，代替的产业工会就去交通部的门口抗议，因是批评讲交通部在阻碍代替的生日假，佮阻碍提升员工的待遇。工会嘛表示讲，因无排除伫过年了后来发动全国性的抗议。交通部主人待遇提升，承诺跳票又延宕。代替产业工会代表10外个人，找到透早去交通部大门头前，谴责交通部动员工提升待遇。因为去年底代替企业工会发布信息指出，公司甲代替企业工会伫团体协约决议，要伫2020年1月实施生日假。不过想袂到代替所发函表示，因为行政程序无完毕，而且影响的层面伤大，先慢请实施。代替产业工会这支是顶站单位，交通部炸落来，互代替涉嫌无诚信协商，影响1.5万个代替员工对公司的信心。是不是交通部又有施压？然后如果你对于台铁公司的任何津贴待遇，你都这样子的去做伸手的话，我们也会担心说，交通部旗下的其他国营事业是不是也会遇到同样的状况？另外，代替产业工会嘛批评，代替董事会早伫咧2024年通过车长自主备勤津贴调升案，还阁有2025年通过主管加级调升、发放工程奖金等等案件。不过目前到即马，还阁伫行政院延半冬到2冬，员工是一直等无任何待遇改善。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心态，会严重消磨第一线员工的热情。原则上，我们就是带回去，好，然后我们演绎之后呢，就是会再做进一步演绎这样。代替产业工会不满交通部代表回应，呼吁交通部要正视代替员工薪资待遇的结构性问题。若无代替人才一直欠，嘛影响台湾铁路运输安全，而且佫强调过年了后无排除发动全国性的抗议行动。记者综合报道。虽然政府提出真侪办法要来改善护理人员的劳动环境，也毋过高雄医学院的工会就指出讲，护理师长久以来拢爱支援无共的科别，固定假日佫爱照常上班哦。工会是要求病院应该爱来重视护理师的劳动环境。拒绝考还我休假！高医工会人员徛做伙，为护理师多年来所拄到的无公平对待来发声。工会讲，护理人员单袂调，除了薪水以外，第一要紧的是工作环境。高医要求护理师排班当着固定假日袂当休，嘛无补偿，别科若欠人，都爱去支援。当事人讲，长期遭受这款压迫，身心状况拢特别记载袂调。主张不挪移国定假日，就是说这个部分就是其实员工应该是放假，可是主管这边还是强制排班，就是要你放假的时间再强制上班的意思。药物的作用、副作用是什么？手术后的伤口我该注意什么？就算我很资深，但是我是内科的，心脏内科，所以我就是不熟悉，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害怕家属或是病人来问我说：“
这个以后是要食什么货？护理师讲，注意入行较大，这款无正常的跨科别资源做法已经20多档啊。高医工会表示，这款现象毋是干那高医有尔，这是无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大家科别拢有伊所需要的专业，包括用药、病人照护等等，临时临要调人来支援，那对护理师造成压力，嘛不重视病人的权益。你叫我去，那如果发生了这个危险，不只是病人有问题。甚至医疗人员、护理人员会不会担心？会，我们会被告，我们会被告。那请问一下，这些的风险跟这些的责任、法律责任是由谁来买单？工会强调，中央一定要严肃看待这个问题。而针对工会讲法，高医表示，医疗服务袂当等，过年期间的排班会兼顾病人安全、医疗品质甲同仁的权益，嘛会另外半斤贵来感谢过年出勤的同仁。记者郭家高雄高雄场报道。医疗科技公司泰普的义工半当前有组工会，今仔日是去劳动部定情，因指控讲公司动员员工加入工会，违法改聘工会理事长，想要来控制工会。劳动部是表示讲，因会来调查。强迫入会，别有居心。发口号希望各界关心医疗科技公司泰普的义工遭遇的不当对待。泰普的义工半年前组成工会，争取劳权，因几落摆甲劳动部定情公司的不当劳动行为。这届成员劳团的陪同下，各一摆定情，控诉公司积极动员公司员工加入工会，甚至搁找政治人物的团队来见证员工入会仪式。那经过合法的筹组工会以后，泰博仍然以阻挡工会的会务价，试图阻挠工会运作，来想要的来镇压工会的自主权。工会阁指控公司违法解雇工会的理事长，想要控制工会，阁发出通知函，公告理事长袂当阁入去厂区，毁坏公司形象，破坏公司声誉，然后呢，在电梯到处贴这个公告，把我们理事长搞得跟通缉犯一样，羞辱理事长，羞辱工会，而来对所有的员工下寒蝉效应。面对工会指控，劳动部派员接定情书，强调会在后续会议中依法进行调查。今天的诉求，那个裁决委员会一定会依法进行调查，只要认定它是构成违反工会法的话，我们一定会处理。劳团呼吁劳动部爱秉公处理。劳动部表示，若准裁决委员会审理后认定雇主违反工会法，会采取雇主相当50万的罚款，佮公布雇主代表人的名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去年儿童事故伤害的统计，有14000外的囡仔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死伤。资料嘛，迄是讲去年有5个囡仔因为坐长期的厝流浪意外死亡，所以提醒家长就爱特别注意。囡仔伫长期的厝流浪，生甲真欢喜，尤其是过年要到啊，真侪观光地区会有这款长期的厝流浪。提醒家长，予囡仔生者爱细腻。根据警官基金会统计新闻报道，去年114年新闻有报的，拢总有18个儿童因为耍游戏受伤，其中有5个就是耍这款物件。我会看一下它是不是有冲宝器，就是有塌陷啊，这样子就比较危险。推挤的话也会怕。就是小朋友从上面滚下来，其实也是蛮危险的。游戏安全事故上面的一个趋势改变了。过往呢看到主要都是在这个公园受伤或死亡的一个状况，可是呢，在114年我们看到明显的有这个充气城堡式的一个充气游具有明显上升的一个趋势。警官基金会公布114年度儿童事故伤害新闻分析报告，发现14岁以下儿童死伤人数比前一年增加33%，显示儿童事故风险愈来愈严重。其中上严重的就是交通事故，因为根据交通部道安平台统计，在去年0岁到14岁儿童车祸死伤人数达到14000多人。基金会分析，其中佫以儿童无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占多数。我们过年期间儿少最常移动的方式，大概就是被家人用自小客车接送。我们也要特别提醒，使用这个汽机车一定要使用相关的一个安全配备。基金会也提醒家长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会当降低73%的红菌冲击力，减少71%的死亡风险。提醒家长照儿童年岁、身悬正确来调整安全座椅的角度，才会当保护囡仔降低事故发生的风险。记者台视林玉凯台北报道。年底特别选举前几日嘛开始进行议员初选的登记，也毋过受业者表示讲，今年的选战亲像黑冷，目前做选举扛棒的，甲以早比起来减要4成。
对林的交流道一路驶去市区，过去选举年街头巷尾定通看到选举拜年的扛棒，这阵煞颠倒减真济，甚至写真大字的广告出租。实际观察，目前多数都是新人，为了争取选民认白，陆续挂竞选广告，也若争取连任的议员，扛棒设的比例较低，民众认为候选人平常时敢有落实选民服务，这是重点。可能过多，好像也会觉得好像造成反效果，我觉得他好像砸了很多钱在这个上面。可是这个人有做事吧？我觉得我比较重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看他的看板数量啊，到底放了多少啊，还是怎么样之类的。过年前挂上看板呢，是希望说我们有一些从外地回来过家乡过年的学子呢，我们借此提升嘉隆的知名度与曝光度。台南这阵力赢状况真明显，真侪连任的议员讲，参新人比加深选民印象，连任较无大量设扛棒的压力，互乡亲感受到用心，这是重点。广告业者坦白讲，今年竞选扛棒工课量平均过减4成，除了甲民进党初选期间提早有关系，加上年节厂商收件有时间期限，上大影响是政府近来加强处理违规、结构不安全的扛棒，相对对数量嘛产生影响。现在就是电视墙多出来，然后有一些几乎都是用媒体广告了。因为这种的整顿其实做起来违规拆掉的很多啦。那民进党确定由立委陈廷辉参选后任市长，整体扛棒数量下降，参选人有缘有无共看法，无共派系议员落尾要参选挂做会，嘛引起讨论。未来也会继续跟林俊宪委员的看板摆在一起，但是现任的最重要的，我也会推出政策型的看板。2026我们一定要赢，不是市长赢，是议员也要赢。而且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坚强的团队，共同打拼2028。虽然目前扛棒有较少，不过厂商认为议员参选登记期限结束，确定赢参选人才会开始竞选活动的安排。记者楚台南采访报道。再来关心南投县民间乡焚化炉的争议是个继续的炭烧。今仔早起，自救会民间乡长，各有民间团体是到环境部头前去开记者会。因批评讲，南投本社大概是有2万栋无地烧，也毋过县政府说要起16万栋的大型的焚化炉。因讲只要本社减量1成，就无一定需要焚化炉。嘛呼吁环境部都要依法严格来审查。守护民间好山好水。时代力量甲南投民间反焚化炉自救会在地乡长甲几个民间团体早起去环境部头前召开记者会，发口号表达诉求，讲南投一年处理袂掉粪扫干那2万栋，政府煞坚持要起一个会当烧16万栋的焚化炉，呼吁环境部都要依法严格审查。我们诚挚的希望中央环境部负起应负的责任，要对全台的焚化炉互相帮忙。一方面要求南投县做好源头减量、资源回收详细分类。我相信我们现在的垃圾量1天260吨，如果真的用心减量的话，1天的垃圾量会降到200吨以下。再加上现在的垃圾转运，其实我们民间乡南投县是不需要焚化炉的。时代力量讲，南投本社的回收率有真大进步的空间，只要规个县减量10%，效果就等于是省一座焚化炉。民间团体认为讲，南投地形四面环山，空气扩散的条件歹，是全国上界无适合起焚化炉的所在。南投它一年需要外运处理的也不过就是7、8万吨而已，这样子还让南投去盖焚化炉，等于说让我们这个国家的焚化炉会过多，大家都不想要做减量。相关的意见我们会请部里面权责的业务单位好好的研析。环境部派人接受陈情书，南投民间起焚化炉的议题要持续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初7去南投助选，嘛主动邀请反焚化炉自救会甲环保团体入场来တင်情，强调民间种地面积是占全台湾地米产值差不多35%，是需要保护的重要产业。记者综合报道。过年前家家户户拢会大摒扫。彰化县的环保局是统计讲，最近大型的家具喷扫加买5成。清洁局表示讲，有卫生整理来做二手的家具，互有需要民众来拣，嘛有安尼做，嘛有喷扫减量的效果。
床底桌啊，就连轮椅嘛有。年要到路，袂少人拢开始摒扫厝内，有侪民众单调的家具，其实拢也会当使用。园林清洁队就设二手家具媒合区，要替旧家具找新的主人。清洁队若要阮用，阮就替啊。这囡仔读册嘛真好啊。会有利用嘛？我是这样会不会单调不差？这些东西原本是个垃圾，但是如果你不来拿的话，就可以形成资源再利用这样。那我们经过管理之后。现在的垃圾量在减少，而且可以变成有用的一个资源。年节进前，大家大摒扫，中华袂少公所清洁队拢有提供免费的大型废弃家具清运服务。环保局表示，侪人为着省钱，会赶伫这个时间清运。今年到目前为止，清运量加差不多5成。环保局嘛设再生家具厂家二手不中心收生活物品，除了有效运用资源，嘛通减少垃圾量。今年平均价应该加超5成有啦。木造的家具吼，阮伫秀水有一个家具厂，阮会摕去遐整理过。年11月成立的，到1月啦吼，平均民众管的面积超350件左右，我即摆民众来交换的嘛超200件。民众对这种二手物的再使用的感觉应该都拢会当接受啦。环保局表示，希望透过二手家具物品的媒合再利用，改变民众的消费习惯，建立人少物品的观念。另外，环保局嘛呼吁民众，年节摒扫就要开始做好分类，减轻环境的负担。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云林高拉政府会馆的农民因利用智慧科技的管理，互农果率提升到95%。县政府今年是搁再这边1500万的经费，要来鼓励农民升级转型。农民透过手机连线操作，人免去果子园，都通甲天窗甲篷布天开也是收开，避免果子树因为气温影响成长。伫斗六市种无花果姓刘的农民讲，较早便若落雨就起了了，即马引入智慧天窗，阁有泉水压产的系统，互农民省时阁省工，提升果子良率到95%。现在在远端透过手机，我们都可以管理整个现场，管理果园，因为我们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我们只要打开手机，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果园的那个状况。捕捉的项目其实非常的多元，然后就是看会因应每一种作物的需求。以水稻来讲，它可能希望的是做微气象站，去做监测、做大数据去分析。另外在蔬菜类也类似。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最近几年气候极端，为了提升农民经营的竞争力，已经连续3年推动智慧农业创新事业补助计划，包含压产、省水、环境监测、气象监测等等，互土地种适合的作物产业智慧化转型。都是现在导入的一些智慧科技。那云林县呢，今年度大概编列1500万我们辅导了将近39个我们的农民那这当中呢，很多农民他们都感受很深现在面对极端气候，如果我们没有借用智慧科技的话，那我们面对这个气候的变迁，我们真的非常难以因应。云林县府农业处表示，全县大约有50个所在申请创新事业补助，农作物的种类包含菜丝、果子、稻仔等等，希望透过精准的自动化系统，有效改善传统农业管理的无方便。今年按算3月份会阁办说明会，鼓励农民升级转型，种高经济作物来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看位伫大理西西里岛的外火山艾特纳火山，伫去年耶诞节到今年元旦搁再喷发，四界拢是火山灰甲岩浆。也毋过冰甲火同齐存在是啥真侪人去猝死。也毋过因为火山活动是真急，当局嘛发布安全的限制。也毋过所有专业的导游集体罢工抗议，嘛有真侪游客行程受到影响。艾特纳火山伫咧寒冷时阵，规片白的白白，毋过山顶的火山头当咧喷火山灰，这种冰甲火强烈对比，吸引足侪爱刺激的猝死游客。伫咧海拔超过3000公尺的山坡，游客会当哪猝死哪看庆恩的活火山，就真的体验，拢互国际游客讲足过瘾的。I'm from Hong Kong, and the view from Etna is awesome. It's like it's like a live volcano in this great weather. It's very nice. And the temperature is gorgeous, and the view, look at this, very good. 这对爬山专业的带头来讲，伫咧活动的活火山猝死，需要专业技巧加警觉性，因为意大利民防部队已经甲警戒级别
提升起黄色，带头的人就要随时观测方向，加火山灰散去的方向。就算讲安尼，伫咧足悬的火山坡，看地中海的美景，要是风看做出色运动当中独一无二的体验。Ci sono tutta una serie di precauzioni da prendere, in particolare adesso c'è un limite a 2006. Quindi bisogna sempre seguire il bollettino che viene distribuito dal collegio delle guide, diciamo dal gruppo dei vulcanologi e quindi muoversi con il casco che è diciamo sopra una certa altezza andrà indossato. 不过火山活动伫咧元旦了后就升级，在地政府实施进前唔捌有的限制，包括游客一组极加10个人，未暗暝进前就必须爱撤离，而且离火岩场要200公尺以外。这个新规定，互在地带头的组织真不满，因伫要入去火山头的路头前静坐罢工，批评政策受过硬，而且无考慮到专业带头实际状況，認為目前火岩場流速足慢的，應該要有較有春秋的管理方式。Guide vulcanologiche siciliane stanno avviando questa manifestazione pacifica affinché si possa ragionare su delle norme e su delle regole che possono essere realmente di tutela della sicurezza e contemperando anche la fruizione corretta e regolamentata dell'escursionismo in occasione di fenomeni di questo tipo. 向向来禁令甲带头的罢工，影響上大是行程早就排好的觀光客。雖望火山學者認為目前的噴發對遐的主體無造成危險，不過民防部門要是甲足濟爬山的路封起來，足濟人塞車幾若點鐘來到山腳，煞干會當看風雪線甲救護車。伫咧追求觀光效益甲守護人身安全之間，艾特納火山的管理難題嘛對噴出來煙塵繼續糾絡。公視新聞鄭偉仁編譯。報報的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14度，上懸18度；中部地區上低16度，上懸22度；南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5度。東部地區上低14度，上懸20度；華東地區上低8度，上懸16度。感謝觀眾朋友收看《公視台記台》報新聞，我是陳淑君，明仔載晡3點，咱再會。